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5到8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5到8节，和合本圣经在第7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门，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请本堂真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祷告的操练1，内室的祷告。祷告的操练1，内室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主日清早就能来敬拜你，献上满心的感恩。但我们更祈求，我们要学习如何与主你有更深入的祷告。祈求主你的灵跟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眼光，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教导。我们将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有4次我们要来学习这个祷告的操练。很可惜是这4次我们没有办法连在一起，我们乃是要经由今天再这样11页跟12页才能够把它教导完。不过刚好这个中间的空档时间呢，就是希望我们在操练。我们今天听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操练，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中间能够学习更多。我不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祷告是困难吗？因为祷告是跟父神讲话，理论上是非常的简单才对，就像你在跟你的父母讲话一样。但是要是只是听你普通这样讲话的话，你会觉得你好像只是在表面上而已。当你有一些想要跟你的父母谈到更深入的问题，例如说你想要结婚了，你想要有一个事业非常大的突破，你想要做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相信绝不是很普通这样子讲而已，你会预备心，你会进入到某一种情境之下，某一种情绪之下，你才愿意要跟你的父母来谈这些事情。当你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更盼望我们跟父神的祷告每次都是像这样，而不是只有在平常日常生活简单，我要吃饭，谢谢主你赏赐我食物，就这样子而已。平常我们在祷告中间，当然有些情境是例如像吃饭的时候，我们要坐车子的时候，祈求主你带领我们一路平安。这种很简短的祷告也是非常的需要。但是当你在灵命更新，你在自己在灵修的时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深入的祷告。我不知道你这种深入的祷告，你觉得困难吗？还是根本不知道要怎样能够深入？我们所明白的就是那种非常普通的这样子的祷告而已。我们盼望在圣经中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能够有那深入的祷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个人深入的祷告，乃至叫做内室的祷告。我们接着会有总共会有4处，还有一个11页跟12页的时候各有不同的这个祷告，有旷野的祷告，在密云深处的相会，摩西怎样跟神是面对面，是那种密云深处的这种祷告。而祷告真是非常的严肃，这样吗？难道是没有像是一种跟神很有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是一种爱情的关系吗？雅各书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盼望有这样子不同的方式来学习到祷告应该是有怎样子的祷告可以成我们帮助。犹太人他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虔诚人呢？他们有3个定义，他们是从表面上来看。他觉得说你有这3样事情呢，你就是一个虔诚的人，也是他们所谓的美德。你有常常祷告，你有常常禁食，你有常常施舍别人。是他们从外表来看一个人是不是一个虔诚人。所以圣经中常常讲说他是一个虔诚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告诉说我们，他是常常祷告的人，他是常常禁食的人，
他是常常去帮助别人的。我们还记得以前我们在讲说，那法利赛人他们在会堂里面，在大众的面前就是大声的祷告：我如何一个礼拜禁食几次？我如何的来帮助别人？马太福音第6章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第1节到第4节我们没有读的地方，告诉我们就是讲关施舍的问题。耶稣你们在这边告诉我们，施舍的时候不要是为了给别人看，因为如果是这样，你已经得到别人的报偿了，你不能得到天父的赏赐的。因为人家就称谢你、感谢你，哇，你真的是好，你怎样子在帮助别人。其实神告诉我们是右手所做的事，不要让左手知道。你为了施舍所做的事情，你乃是这样，要给隐秘中间的天父所看的，他会报答你。所以我们不要假冒为善，不要表面看起来就是要人家来看我的，其实我内心说不定是非常的苦闷。为什么我要把这些东西拿给别人？不是我自己享受就好吗？有时候你所做的事情跟你心里面所讲的其实是不太一样。在第6章第1节到第4节，针对犹太人的3大美德，第一件事情施舍的时候，告诉他们你要做的要心甘情愿，由内心里面来发出来是做，而且是做给隐秘中间的天父所看，不是给世人来看的。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犹太人这样子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他太看重表面了。他要我们注意的是怎样，信仰的生活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在第6章第1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翻译的：不可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宗教虔诚。他把这个善行施舍好像看的是我的虔诚的表现。所以现在中文译本用我们更能够熟悉这个经文的真意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在别人面前炫耀你自己的宗教的虔诚。我们要做的事情乃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面对的神，而不是在面对的人。结果我们就今天所看的经节就进到第5节到第8节，来到提到有关第2个美德，就有关祷告。我把它总结起来呢，它里面有2个不要，2个要，2不2要，这好像是现在流行的，要讲说是怎么不怎么要的样。这流行起来，第一个讲是讲2个不要是讲，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不要像外邦人。那假冒为善有什么不好呢？外邦人有什么不好呢？你等一下就会看到。2个要是告诉我们的，你要进入你的内室，你要祷告暗中的父。我们来看第一个，不要，我们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有什么不好呢？因为他们常常是怎样？常常表达出了他们的敬虔，但是其实是他们做不到的。所以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善，但是其实他们内心并不真正是这样，假装做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出来。耶稣曾经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在马太福音第23章56节第5节到第6节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老师。他喜欢人家来推崇他。刚好今天我们民数记里面也讲到，说要他们去做这个衣服有穗子出来，提醒他们是上帝的百姓，神如何怎样子带领他们出埃及。透过外表这些东西，其实要告诉他们，因为犹太人还有这边还有一些须这样子要卷起来这样，所以他们常常会这样子，所谓的拉比之类的，或是比较要让人家觉得他很虔诚，就是这样。手常常要摸着这个，然后要摸着他们的穗子。这穗子普通就好，他们要做的特别长一点，让他觉得他非常的敬虔一样。耶稣就责备他们。其实祷告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因为祷告是讲是跟神非常有亲密的相通与对话。祷告是用心灵跟诚实，祷告的对象是对神，不是对人。但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呢，他们祷告的对象却是人。他们常常用华丽的这种辞藻，然后属灵的术语、重复的话语、阴阳顿挫的这种声调来祷告，是要让人家来听，觉得哇，这个人一定灵命非常好，否则他怎么能够讲出这么华丽的话出来？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施礼的人，
他们应该认真的准备他们的祷告。他们说，你注意听我们最近的诗里，我们所有的长老执事人，他们祷告都非常进步的非常高，因为不是用自己的话语，他们常常用圣经的话语在祷告。这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祭司的身份，他们带领大家来做这祷告，向神祷告，不是要说给我们听的，但是它代表着我们的心意。所以在祷告完的时候，我们大家会一起说阿们。这是我如我所愿，我就是希望也是像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并不是这样，所以耶稣他是要提醒我们怎样，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他是这样有口无心的祷告，是给人听的。要注意看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人大概看不出假冒为善的人，但是神看得出来。神是看我们内心的，不是看我们外表。人可以向人来隐瞒，但是不可能向神来隐瞒。神在提醒我们，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对象是神，不是要给人听的。所以之后，你有从你们心里面的话语讲出来，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就是这个意思在。第二个步告诉我们说怎样，不可像外邦人一样。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外邦人他们拜错了神，他们拜错了神，他们看的是这些雕刻的偶像，所以是木头、石头的，到底他们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呢？所以他们就常常要这样不停的呼叫，重复的一直讲，怕一次他没有听到，多讲几次吧。这样子不停的这样呼叫。其实外邦人他们是在祷告吗？他们祷告根本不能算是祷告，因为怎样？因为他们求错的对象，他不是在向神祷告，因为神根本他们的偶像根本听不见啊，他怎么能够回应人的呼求呢？而且他们讲不明白，他们错看了神的定义。要是真正的神的时候，他是一个美善的神，他一定有恩典。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而且我们还没有求证，他就已经知道了才对，不必要我们需要人重复冗长的在那边的讨奇。所以在今天的第6章第8节里面说，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的。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但是他所要给我们的是我们所需用的，不是所想要的。神要赏赐给我们，你还没有觉得还没有赏赐，是神在等你预备好，不是我们在等神。他既然是神，他知道哪一个时间是最好，用什么方式是最好，所以他在等我们。你要是常常祈求很多事情还没有等到结果，你应该回想到自己来。是否我是不是还没有预备好？所以美善的神、全能的神，他还不能将这个东西赏赐给我，因为这样会害了我们，所以他在等我们。我们看到的是，神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25节到33节，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必要太烦恼。但我们为什么常常在烦恼？烦恼是什么呢？我们在烦恼说，我们到底要吃什么？我们到底要穿什么？我们到底要怎样？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在烦恼这些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胜于饮食吗？我们的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我们人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飞鸟它都不用耕种，它不用做什么，它就能够天父就喂饱了它们。我们人不比他们贵重吗？我们谁能够用施力使我们的寿命多加1刻呢？你在烦恼什么呢？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在求的，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是什么。原来神在等我们什么呢？有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神他有一个终极目标在。他的终极目标乃是万人都能够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你有没有为这个事情在努力呢？神给我们的很多的教导，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有努力在做这个对的事情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将你其他你没有求的就赏赐给你。我们还记得非常清楚，
所罗门当他要做王的时候，做国王的时候，神在梦中问他说：“你需要我赏赐你什么？”他说：“求神你赏赐我智慧，让我好治理你的百姓。”神喜欢这样子的祈求，神就将他没有要的东西，那些荣华富贵也赏赐给他的。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有没有常常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我们也做过有关的这样子的操练。我们那时候在操练说，祷告到底要如何祷告？那时候也讲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学生们他们都喜欢考试好成绩，或是说希望考到一个好学校。难道他祷告是要祷告说，神啊，你让我能够读过的都考出来吗？没有读了就考不出来，就没有出来，那我当然可以考好成绩，是这样子吗？神知道你需要是什么，但是神希望你回到你们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可以祈求神给你这样，给你有智慧，给你有好的记忆力，给你有健康的身体，给你有平静的心，所以你自然就能够去好好的认真去读，因为认真读书是你的事情，不是神的事情。当你寻求这对的事情的时候，神就赏赐给你了，你自然会得到好成绩。当一个老板他要为了他的公司能够赚钱的时候，他难道只有祷告神啊，你让我的产品能够大受欢迎，然后我的生意就好起来，我就可以奉献更多？神会听这样子的祷告吗？神希望的是你在你的职场上也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公司只是纯粹为了赚钱而吗？你有尽到社会的义务吗？你对你这些合法的事情，你有照着真的去做吗？你有照顾你的员工等等这些对的事情，你有没有去做？你有没有将你是一个基督徒，能够在你的公司里面去彰显出来吗？这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自然就祝福在你的公司身上。这边告诉我们应该祈求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是两个不要的地方，是说你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不可像外邦人一样，因为外邦人他们所祈求都是一些这些东西而已，但是我们祈求是神的国跟神的义。第两个要，第一个要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入内室。在经节里面是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意思难道是告诉我们说，你一定家里要有一个隐秘的地方，我进去就把它关起来，就偷偷的在那边祷告，是这个意思吗？不，他不是在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不是一种空间，不是一种地点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乃是一个心灵的状态。我要撇弃掉这些世上的这些思路，世上的这些不好的影响在我的思路里面，我单单来到神的宝座前，会影响我的，我就尽量撇除掉。例如我们说祷告为什么闭上我们的眼睛？因为眼睛要是脏的话，我们常常就会受到干扰。我闭上眼睛，我才能够专心。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还会讲说，让我们低头祷告。牧师是从来不讲这句话，但是有人会讲说低头祷告。我常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讲这句话？不低头难道就不能祷告吗？他们是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一个谦卑的意思。我们需要一个谦卑的样式的，这就跟我们所讲的一样，我们要进到内室里面去。我关上门，乃是有一个心灵状态的一种呈现。我要跟外面的世界隔离之后，我要单单来仰望到神的宝座前，我不要受这些的干扰，我需要单单的来面对的神。所以原来是要到这个进入内室的这种祷告，其实它有一个路程可以让我们可以去经历，就是从外院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要回想一下，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上帝如何透过摩西告诉他们要建一个会幕，而这个会幕哪个地方要建什么，哪个地方要建什么，哪个地方要建什么，其实代表了非常深的意义在。他正是在告诉我们，你如何能够进到至圣所，你如何能进到那个施恩宝座前，你要经过这几段，你才会进到那边。我们祷告也是一样，当我们祷告进入这样一步一步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达到那个进入内室的这种方法。
我们回想一下，在会幕敬拜，这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要是还没讲的，你还记得会幕的样式是像什么样？它的门永远是朝东方，从东方进去，第一个是怎样？是看到有一个祭坛，还有一个洗濯盆，才能够进入到圣所。会幕其实等一下我们有图我们会看，它会幕是一个一个大的地方用围起来，然后里面才是一个圣所。要进入之前，外面有祭坛，再进入洗濯盆，然后才进入到里面的话，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还有金香坛，然后再进去的话，就到约柜跟施恩宝座前，就是至圣所。这其实是代表了很多的意义在。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一起我们所讲到的哈。会幕其实就是由东到西呢，就是这几个。外院呢是祭坛、洗濯盆。圣所里面有陈设饼、金灯台跟金香坛，然后进入到至圣所。我们用图来看，从右边进去的地方，这是东边的地方。要进去的时候，先碰到的祭坛。祭坛的时候呢，这洗濯盆它摆在旁边，其实有一点是在这个门口的旁边。然后右边的地方呢是有陈设饼的桌子，左边是金灯台。然后进到有香坛，再进去呢就是约柜至圣所。牧师在第3次或者第4次我已经忘了，去到耶路撒冷去圣地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把会幕重建起来，显然在2个地方。那一次我们去看了一个地方，那有人带导演进去里面，他解释给我们看，这是一个从上面所看的，外面先围起来，然后里面就是刚刚所讲那个样子，最右边那个地方就是祭坛。然后再是洗濯盆等等进入到里面，我们用看相片，这是站在门进去的地方。左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所谓的祭坛，然后里面那个就是他们的圣所。这是从圣所的地方往外看，看到洗濯盆，然后看到祭坛，然后往里面走的话呢，右边的地方就是陈设饼的桌子，摆的陈设饼，那边摆的应该是摆的12片才对。左边呢，这边金灯台，这边看得不太清楚，手上拿着就是，他们金灯台就是像这样子，总共有7个，然后这边有7个点着，这是从圣地买回来的。然后要进到至圣所呢，就是现在的右边角落内呢，就是它的香坛，进去里面有香坛，再进去的地方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1年只能进去1次，其他人都不能进去。所以我们以前还解释过，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脚要绑一根带子进去，因为进去多久才能够出来，我们不知道，是神让他进去，然后出来，也是神结束之后才会出来。万一在里面死掉怎么办？别人都不能进去啊，所以只能用那个带子拉一拉，看是到底是状况是如何，这是他们的规定了。但是这个幕呢，现在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已经裂开了。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经由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我们人已经可以进去，就是神可以直接跟神来交通。里面摆的什么？里面摆的约柜，约柜上面有2个基路伯，他们的翅膀上面的2个翅膀呢是相连在一起，神的声音就从这中间讲出来。所以在施恩宝座前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呢就是他的约柜，约柜里面摆了3样东西，有玛拿、十诫跟亚伦发芽的杖，这3样东西，这是重新在模拟做出来的，在以色列里面的会幕的情形。但是我让大家看这是你开始脑中应该有一个想象中，一个会幕是从东边进去，你要进去的时候，你会先碰到祭坛，然后再碰到怎样洗濯盆，然后进到圣所里面，右边是一个陈设饼，左边是一个金灯台，然后要进到至圣所，还有一个香坛在那边，然后才进去里面施恩宝座跟约柜，它各代表的意义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它的意义是怎样？走过祭坛跟洗濯盆，原来是这样讲，祭坛就是将我们献上。我们在罗马书已经看到12章第1节跟第2节告诉我们这样，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旧约里面恐怕是杀牛杀羊，它来代替我们，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你要进入到祭坛里面，第一个是将自己献上，洗濯盆呢是自己洗干净，然后用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认罪，然后得到洁净。进入到里面之后，陈设饼呢，他们讲说，
以色列人能够在旷野这么久，没有饿死，几百万人也没有耕种，竟然能够活下去，是为什么？神赏赐给他们。神不只是赏赐他们身体所需要，神赏赐他们心灵所需要，包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团契在一起。左边的金灯台是怎样？灯要源源不断的亮，就是有油。这油是什么？就是圣灵。经过这个灯光呢，是圣灵的光照我们。经过圣灵来支持，给我们的力量呢，我们常常可以走到神的里面，神的话语里有力量在。到金香坛的时候，坛是烟带上的圣徒的祷告到天上去，所以是线上祷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施恩宝座前呢，就领受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有享受神的同在，以及向神来立志、来立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旧约里面透过会幕的敬拜，其实在告诉我们，就是内室的祷告的这个操练。所以呢，第二个要呢，是要我们讲向暗中的父来祷告。他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祷告不是刚刚那样就截止的，你必须跟暗中的父来祷告，在暗中的父还查看你，还报答你，代表着我们是怎样？我们要深入到跟主有这样的连结在，不是只有表面上看起来，而是真正的连结在一起。里面应该包括了神的祝福跟人的回应在。我们来看，其实是包含着内室的祷告，应该要达到神的祝福跟人的回应。第一个，我们要贴近到施恩宝座前的这个祷告，我们要仅仅享受神的同在，我们要聆听神在施恩宝座前向我们来讲话，还有这样领受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最后我们要回应，并来向神决志来立志。这才是一个原来会幕敬拜里面一个全程，不是只有到以前我们只有到到金香坛的前面，我们这边祷告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去啊，只有大祭司可以，大祭司代替我们进去。但现在这个会幕已经怎样？已经裂开来了。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这已经裂开，让我们直接可以进到里面去。所以我们的祷告不再停止在前面而已，我们可以进到里面去。进到里面去是怎样？你要享受神的同在，你要聆听神给你的话语，不是祷告完我们讲完就走了。神要跟你讲话都没有办法讲，因为你已经走掉了。你还不止这样，你还常常可以领受神的恩典跟他的恩惠啊！不只是这样，你还要回应。我们以前也常常提醒大家，在我们礼拜中间结束的时候，我们有殿乐。殿乐不是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殿乐乃是给我们沉思的时候。你今天礼拜完的时候，都是牧师，都是仪式在带领我们。我们没有一段时间可以自己静下来跟神来做一个决志，做一个回应，或做一个立约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当我们想要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我要好像从这种云端，从跟神相会的地方，进到我日常生活的时候，我如何心境转变呢？我必须向神来立志，来决志说，今天我领受到神你的恩典了，我一定要怎样？再来一个礼拜中间，我一定要怎么做，让我所做能够荣耀神你的名，让我所做能够让别人得到帮助。求神你加添我力量。这是你要做的事情。殿乐就是要你做这样子祷告。有些人很快就是弹开他就起来就要离开来的，所以我已经敷衍都是，请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做一个立志决心的祷告。当音乐结束的时候，我们才带着得胜的心智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地方去。其实我们看周报里面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我们主日礼拜的程序。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把它分开来。其实这边是分3段，第一段是我们预备心要静候神的话，乃是从序页一直到启示文、启应文的地方，然后从献诗一直到讲道完的祷告，这是领受、恭受神的话语。讲道完之后，我们又有圣诗、有奉献、有报告等等这些是应答回应神的话语。祝福之后呢，是受差遣回去。
但是我们殿业的地方呢，乃是我准备要被受差遣，我要如何呢？跟神之间做一个更深的这个祷告。我们要是这样的话呢，天父要回应我们。天父回应是怎样？在隐秘处查看我们的心，我们的所行，就将一切属灵的这赏赐，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在祷告操练中间一个内视的祷告，再重新的思考一次。平常我们的祷告不像我现在讲这样子复杂，这个复杂乃是自己在灵修，你要跟神有一个非常深入祷告的时候，你要如何做呢？等一下我会重新再复习一次，但是我们要做之前，我们要先来想想看，你个人要默想，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缺点在？我的祷告是不是生活就像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只不过口跟心里面所讲其实是不一样的。我的祷告是不是像外邦人一样，觉得我们神是不是没有听见的，就常常重复的一直在呼喊着？你没有祷告之前，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他要的是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有进入到我的内室吗？还是常常是一些干扰着我的东西，有一些思念一直继续在干扰我，什么事情还没有做啊？我的上网还是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我吗？有没有常常进入内室，关起门来向神来祷告吗？我们是否习惯于是喋喋不休的来向神来求告呢？还是习惯一个人独自祷告呢？我们当如何来操练享受跟神同在的祷告呢？下面是我们要来操练的地方，我要大家能够来想象你在会幕的敬拜过程是怎样。第一个，我们当然是预备心，静默在神的面前。第二个呢，我们走过祭坛，祭坛是怎样？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要宣告，我要将我的生命献上给主，然后走过洗濯盆，我要认罪，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然后进入到圣所里面，我看到陈设饼，享受到神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你的赏赐，然后再进到金灯台的时候，求圣灵来光照，求圣灵给我力量，然后到金香坛之前，才是我们祷告。我们要祷告之前，其实我们要经过前面这一步的，然后才进到向神来祷告。神祷告完不是就走掉了，你还要进到怎样至圣所里面，贴近到至圣所讲，享受神的同在，聆听神在对你讲话吗？感恩你所领受到神赏赐给你的恩惠跟怜悯，然后你还要回应神，向神来献上你的决志，然后我们就回到受差遣的地方去见证主的恩典，最后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个人灵修一个完整的祷告，所以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我们眼睛闭起来，你脑中开始想象在会幕的那个情形，然后我一步一步的讲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走，走到在香坛前面的时候，那要将这个祷告借着烟带到神面前，那就是你的祷告。但是前面这几样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预备心，在神的面前领受的时候，你可以安静你的心，你可以用我们的诗歌集198首，里面是听我祈求。哪一首歌我觉得相当的好？台语安尼唱讲，耶和华救我的上帝啊，我迷恋在你面前求救。愿我的祈祷到你的面前，求你爱空听我祈求。你可以用这样的诗歌安静你的心，你也可以用呼吸，吸进来的时候说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呼出去的时候是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神。经过这样几次之后，你就把你的心境安静下来，随着我们进到会幕，你已经走到祭坛的时候，向神说：“我要将我献上在你面前，将我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在你面前。”我们走过洗濯盆，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认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进入到圣所的时候，经过陈设饼的桌子，我们感谢神的话语、神的供应、神的恩典。经过金灯台的时候，
我们祈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生命得到更新，再从圣灵来领受力量。当我们走到金香坛之前，这时候才是我们献上我们的祈求。你有什么心，你有什么事情要向神祈求，就在这时候向神来祈求。当我们祈求完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至圣所，因为主耶稣已经将这幔子撕裂了。我们到至圣所之前，我们先单单享受神的同在。神给你，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已经直接进到至圣所了。在2个基督伯的前面，聆听上帝对你的话语。你感谢神给你的怜悯跟你的恩惠。最后，你要做上你的决志，你要跟神立约。当神有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怜悯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要怎样子的来回应？我要在日常生活中间来行出来，来见证主，来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就献上我们的感恩。好，请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个人非常深沉灵修的一个祷告的过程。我相信现在会幕的整个情形，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你眼睛闭起来，你都可以想到，他进来从东方进来是经过祭坛，经过洗濯盆，进到圣所的时候，右边有一个陈设饼桌，左边有一个金灯台。要进到至圣所，前面有一个金香坛。进去之后就是施恩宝座，就是约柜，各个代表的一个意义在。神要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中间的这种敬拜，不是没有意义的。细事迷离的告诉他们说，这个要怎么做，这个怎么做，这做多大多小都是这样做，就要他们照着这样子做。神其实在告诉我们，你要进入到至圣所，你也是需要经过这样子的路程。盼望我们在学习的第一课里面讲到祷告的操练中间，我们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常常有这样子的操练，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这个礼拜中间我们小组，我们有这个题目，我们盼望能够讨论，讨论之后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这样的权柄，可以直接向主你来倾诉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更需要有深入的祷告，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室，关上门，向暗中的父来祷告。原来有这么更深一层的祷告，那我们再次的回想，主你所规定在会幕的敬拜是这样，原来就是这一个非常深层的祷告。我们盼望在每个人的灵修中间，都能够用这样内视的祷告，让我们跟神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因为这样而得到的增进，得到的坚定。求主帮助，求主带领。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这时候我们同心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